稍等，我老大家向下来分享係機型教學了。呢一篇我老大家講嘅台詞係嘅，好，比如講嘅指事情東西家下，就再講嘅咋，嘅咋，那個嘅咋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隻語言。來睇下南市演強。嘅咋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隻語言。嘅咋內容做得即時翻譯，記下隻語言。那個系統可以即時翻譯好幾個語言。愛講時間，就得講幾下，幾下，那時。幾下製作嘅樣片絲膜佇哪位？來睇下南市演強。幾下製作嘅樣片絲膜佇哪位？幾下製作嘅樣片絲膜佇哪位？那時製作的影片字幕在哪裡？而講唔單將一隻嘅時間，就得講幾多？幾多？那些建立資料庫需要幾多樣本？來睇下南市演強。建立資料庫需要幾多樣本？建立資料庫需要幾多樣本？建立資料庫需要哪些樣本？好，等下第三台呢，我老大家向下來分享一下 TTS 和 ASR 有哪啲嘅優點和缺點了。